話說早輪呢，就同朋友去到小魚坊。小魚坊嘅位置呢，就係喺深水埗地鐵站 C2 出口出嚟，沿住桂林街行前2個街口，去到汝州街轉右，向欽州街方向向前行，前少少就會見到小魚坊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門前直樹嘅頻道。啱聽啱睇嘅朋友記得分享、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仲有記得撳埋個鐘仔。不過大家唔使去啦，較早前佢哋喺 Facebook 嗰度公布咗佢哋嘅堂食做到15號、19號開始就恢復外賣。佢哋荃灣嘅工場仲會製作真空包食品，以網購、團購、寄賣等方式繼續同大家服務。咁各位朋友就多多支持下佢啦。我哋當晚就叫咗酸菜魚、清炒萵筍同埋酥炸生蠔，當然仲有啤翻一啤啦。嘟個地鐵又返屋企啦。同場加映 NG 片段。Hello， 我睇下啲朋友嚟咗未先嚇。我轉頭再上過嚟未嚟？哦 ，Hello，咩事？我睇下啲朋友嚟咗未？哦，邊位啊？我未嚟，我等埋喺一齊先上嚟啊。哦，可以，唔該你，唔該你。好啦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有咩睇法歡迎留言分享，拜拜。